大家好啊，我係阿添。今日條片臨時起意嘅啫。話說小弟隔咗成大半年之後，就終於話的起心肝啦，想拍啲有營養啲嘅嘢啦。咁啊，內容係回憶千禧年時代嘅一啲時光嘅。咁啊，寫稿寫到一半嘅時候，我就突然之間覺得我哋對好多嘅嘢嘅印象，其實係因為當時過得好開心而加咗層濾鏡啊。於是屎忽痕之下，我打開咗小紅書。咁我本身就關注咗幾個會成日 post 廣州啲相嘅賬號嘅。呢啲相基本上就係講緊大概15-20年前嘅廣州嘅舊相啦，咁喺嗰啲筆記嗰啲 post 入邊嘅留言評論區，你就總會見到好多嘅留言係講緊當年嘅廣州係幾咁美好啊，今日嘅廣州哎呀就差到不堪啊。咁啊，的而且確今時今日嘅廣州好多嘅缺點係顯然易見嘅。咁啊，譬如話最多人提及嘅電雞嘅亂象啊，咁但係20年前嘅廣州又係咪真係好似網友所言咁 perfect 呢？今日嘅廣州又係咪真係一啲進步都冇呢？抑或係其實我哋對當年嘅印象係因為有當年美好嘅回憶而帶咗一層濾鏡係美化咗呢？咁所以我就想講下10幾20年前，亦即係00年代嘅廣州，其實都係有啲缺點嘅，亦都唔係話完美無瑕嘅。首先呢，我就需要係勸退一部分嘅觀眾先。如果你係嗰種一聽到以前嘅廣州有缺點，你就會即刻跳晒掣、發晒癲咁喺度話：哎呀，唔通而家咁多電雞就叫好啊嘅嗰啲人，咁啊你係可以即刻關咗呢條片啦，因為以前嘅廣州係會有優劣之處，而家嘅廣州亦都有好同壞嘅地方，而且呢兩者係冇衝突嘅。如果連呢一點你都係理解唔到嘅，咁我哋真係冇緣啦，請回啦。首先，昔日嘅廣州比而家啲人美化得最犀利嘅地方就一定係交通。好明顯啦，係因為而家電雞嘅問題啊，已經某程度上令到廣州係喺一線城市入邊咧，都叫做係淪為笑柄咁啦。咁當然啦，電雞嘅問題背後係有好多嘅因素，亦都唔係一個講一句說話就解決到嘅問題嚟㗎。以前嘅影片有講過下咧，呢度就唔講咁多。但係事實就係而家廣州嘅交通的而且確係因為電雞而非常混亂嘅。咁呢個就導致所有喺廣州生活嘅人，包括埋揸電雞嘅人都會對廣州嘅路況係不滿。咁就令好多人對以前嘅廣州係懷念萬分啊！咁但係以前嘅廣州交通路況係咪就真係咁好呢？嗱，小弟去到全世界過馬路都未驚過，呢一種嘅本事就喺廣州學翻嚟嘅。因為從來喺廣州過馬路，我哋都唔係話咩係望咗左邊先再望右邊啊，而係兩邊都要望噶。以前係啊，冇電雞，但有摩托車、有三輪車、有單車，只不過可能數量上冇而家電雞咁交關啦。所以嗰陣時路況可能係冇而家所謂叫做咁危險，但講到安全，至少喺千禧年到2010年呢10年入邊，廣州嘅路面從來都同安全係大纜都扯唔埋噶。各位，而家好多廣州人係因為頂唔蒲電雞嘅亂象，就開始盲目懷念起昔日美好廣州。但當初如果路面真係咁風平浪靜，又點會出現禁止摩托車嘅呢個政策呢？你要講到駕駛安全，當年嗰啲摩托車，一部摩托車坐3個人，一街都係啊。你要講到社會安全，當年嘅摩托車仲有摩的呢一個分類，亦即係摩托車界嘅的士。但好多嘅呢啲車其實係無牌無證嘅所謂叫做黑車嚟噶。無論乘客嘅安全，抑或係騎手遵守交通規則嘅程度，其實都係毫無保障嘅。而對社會安全影響更加大嘅係飛車黨。年輕嘅朋友可能以為呢個係咪鏈車嗰啲飛車啊？但其實呢個係專門利用摩托車去搶劫嘅人。呢啲人呢，就喺路上揾啲行人做目標，咁啊及好一個目標之後呢，就直接喺旁邊飛車過去，就將嗰啲行人手持嘅物品搶走㗎。20年前冇電雞嘅廣州路面真係亦都唔安全㗎，只不過係同而家嘅危險唔一樣危險法啫。咁啊有人話，即使當年摩托車係衍生出咁多嘅問題，但一刀切嘅方法其實唔係好理想嘅啫，應該係喺管理上再落多啲功夫。咁所以啦，嗱，我哋20年前已經經歷過一次啦，今時今日嘅電雞亂象，你係咪真係覺得一刀切禁止就係一個解決方法呢？而剛才提到嘅社會安全問題，我就想講多一樣，就係治安問題。可能而家嘅廣州真係都幾安全下啊，安全到令到好多朋友覺得係理所當然，而忘記咗以前嘅廣州其實係可以好亂好危險噶。仲記得早年嘅廣州火車站，每一次只係途經，冇錯啊，即係唔係話行入去啊，即係你路過火車站，父母都係會如臨大敵咁捉到我實一實嘅。總之偷呃拐騙搶樣樣都有，樣樣都齊。
而家嘅廣州大部分人多而且雜嘅地方，雖然你都係會覺得喂，自己鏡住好啲啊，小心啲咁樣，但同以前嗰種擔驚受怕嘅感覺真係天淵之別啊！咁啊，仲有行人喺路上行嘅時候嘅安全啦。大概2005年、2006年咁上下啦，只要你喺廣州嘅路上見到一班的麗熱巴人啊，尤其是係熱巴人嘅嗰啲細蚊仔，咁啊，大家就真係要執生啊！咁啊，點解要執生呢？具體嘅原因啊，唔係好夠和諧同正能量啊！咁啊，總之大家經歷過，其實都知我大概約莫係講緊啲咩啦。而去到今時今日嗱，我唔理背後喺過去20年發生咗啲咩啦，總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嘅角度先算啦。有啲當年令我感到唔係好安全嘅現象係真係消失咗嘅，咁啊着實係令我覺得個安全感係多咗嘅。嗱，最近蒙古嘅沙塵就吹到嚟廣州，就令我諗起空氣嘅質量亦都係轉變極大嘅一點。可能大家而家成日都會見到藍天，覺得好正常啊。的而且確喺上世紀嘅廣州藍天都係成日出現，但係喺零幾年嘅嗰幾年入邊啦，廣州嘅天啊長期都係灰色嘅，嗰啲灰霾嘅味道真係我而家都仲記得啦。個轉捩點應該就係2010年嘅亞運會啦，咁啊佢哋就令到啲空氣質量變好咗啦。我覺得值得一讚嘅係佢哋之後有 keep 得翻。另外有好多留言都提到懷念以前冇咁多外地人啊，四周圍都仲係講廣州話嘅廣州啊。真係唔好俾濾鏡扭曲咗我哋嘅記憶嚇。廣州嘅外地人喺我印象入邊真係從來都冇少過㗎。咁當然啦，以前的而且確冇而家多得咁交關，但重點係以前外地人係會融入廣州去學廣州話，而而家係連廣州父母好多都喺屋企同啲仔女講緊普通話。即係你要講外地人多，咁從來廣州最多外地人口嘅地方係邊度啊？廣州嘅城中村咯。咁但係以前同我同輩嘅嗰一啲城中村嘅本地人，個個都講住流利嘅本地話㗎。點解啊？因為屋企係講翻本地話啊嘛。但而家我就親眼見到，身為本地人嘅父母就竟然用嗰口其實都麻麻地標準嘅普通話嘅啫，就同啲仔女喺度溝通。老實講，我本住面斥不雅嘅原則，同埋新年流流啦嗰陣時又。仲有作為後輩嘅身份，我就從來冇當面指責過呢一個行為。咁但係如果我有幸係俾佢哋見到呢一條片，咁我希望佢哋自己對號入座啦吓，真係講緊你哋啊，唔使懷疑。咁啊，好好反思下，你哋到底做咗啲乜？你哋到底做緊啲乜啊？而調翻轉頭嚟講啦，與其話懷念以前四周圍都係講廣州話嘅廣州，倒不如話係懷念以前嘅廣州人，嗰啲有勇氣為咗捍衛自己語言而真係行出嚟嘅廣州人，而唔係而家呢啲廣州話學嚟冇用啦嘅嗰啲所謂廣州人。所以其實每樣嘢都係有兩面嘅，每個時代都有好壞，有時真係好視乎觀點與角度。好多人就講到手機通訊嘅發展，搞到個個人呢淨係望住部電話，咁啊令到人與人之間呢係少咗好多交流。但又有幾多人記得以前通訊唔發達嘅時候，分隔兩地係一件幾咁痛苦嘅事情啊！而家選擇唔擺低部電話係人嘅選擇，而唔係科技攞支槍對住你個頭逼你噶嘛。科技進步帶俾我哋嘅係更加多嘅選擇，時代冇退步到，退步嘅係人啊！時代喺度前進，大多數嘅嘢其實都進步緊。總之喺我嘅角度嚟講咧，如果要用2025年嘅廣州同00年代嘅廣州對比，我就認為今時今日2025年嘅廣州喺我諗90%嘅領域都係一個更加美好嘅廣州嚟嘅。更加好嘅空氣，更加便利嘅交通，更加安全嘅治安環境，更加完善嘅社區配套。但如果你要我講一樣唔及得以前嘅嘢，係一定都有㗎。我可以即刻同你講，以前嘅廣州，我哋有新聞日日睇，日日傾下偈，民生無小事，今日多關注。今日最新聞，老友一齊品。咁而家呢？而家我祝大家恭喜發財，萬事如意，端午安康同中秋快樂啦！我係阿添，我哋下次再見，拜個拜。